俄羅斯舉行紅場閱兵，紀念衛國戰爭勝利80週年。國家主席習近平獲安排坐喺俄羅斯總統普京嘅隔離。習近平時隔10年再次出席紅場閱兵，對中俄兩國關係發展有咩啟示呢？歡迎收睇時事多面睇。今次莫斯科紅場閱兵，超過130件軍事裝備受閱，包括首次喺閱兵儀式亮相嘅天竺葵2攻擊型無人機等等。據俄羅斯當地傳媒話，俄烏戰事中亦都有使用呢一啲嘅無人機。有軍事評論員估計，俄羅斯閱兵展示嘅新武器，長遠唔會好似以往咁多。點解呢？閱兵儀式香港時間星期5晏晝3點喺首都莫斯科紅場舉行。儀仗隊率先護送俄羅斯聯邦國旗同勝利旗入場。俄羅斯總統普京致辭嘅時候話：真相同正義企喺俄羅斯嗰一邊。Полный разгром нацистской Германии, 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ой Японии, их сателлитов в разных регионах мира совершился общими усилиями стран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ы всегда будем помнить, что открытие Второго фронта в Европе после решающих бит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иблизило победу. Высоко ценим вклад в нашу общую борьбу солдат союзнических армий, участников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мужественного народа Китая. 之後檢閱儀式正式開始。Ура! 傳統嘅徒步方陣率先入場。今年有超過1萬個官兵受閱，嚟自20幾個國家同國際組織領導人應邀出席閱兵儀式，包括國家主席習近平獲安排坐喺普京隔離。呢次係習近平時隔10年再次出席紅場閱兵。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隊通過紅場嘅時候，習近平起立向佢哋致意。解放軍儀仗隊有102個成員，係今次閱兵中規模最大嘅外國方隊。嚟自越南、白俄羅斯、埃及等13個國家嘅方隊亦都有份參與閱兵儀式。軍事裝備方面，超過130件裝備受閱，繼續按傳統由2戰時期嘅公分武器 T-34坦克打頭陣。喺俄烏戰爭之後，外界都關注莫斯科紅場閱兵上有幾多坦克亮相。有軍事評論員認為，今年坦克數量比往年增加係一大焦點。第一個方隊一開始裝備嚟講呢，我哋就睇到嚟呢個帶領前蘇聯勝利嘅 T-34坦克，佢嘅數量係比往年增加咗嘅。呢個俄烏戰爭開始之後嘅呢個閱兵啦，咁 T-34係一架咁樣，而家係一隊重新出現翻啦，咁就彰顯咗佢係第2次世界大戰嘅重要嘅戰勝國之一。好重要嘅一句説話去形容 T-34就係勝利嘅女神、無敵嘅坦克，咁就係打敗納粹德國嘅一個最大嘅功臣，咁所以個可觀性係響呢一度。展出嘅仲有伊斯坎德爾短程彈道導彈、S-400防空導彈系統、阿爾斯洲際彈道導彈系統，亦都有第一次喺閱兵儀式亮相嘅天竺葵2攻擊型無人機同海鷹無人機等。俄羅斯國營電視台報導，俄烏戰事裡面都有使用呢啲無人機，多架主力軍機飛越莫斯科上空。拉出俄羅斯國旗上嘅白、藍、紅3色彩煙。
不過，王東預料俄羅斯閱兵展示嘅新武器長遠唔會好似以前咁多。其實佢嘅 GDP 加埋都及唔上一個廣東啊嘛。咁你可唔可以想像咗經過3年殘酷嘅戰爭底下，佢仲有好多好似以前咁多呢個好多新式武器出現咧？咁呢個幻想咧係一定會失望嘅。可見將來甚至都可以推測咧，紅場閱兵唔會有過去呢種咁嘅情況，更加唔會好似蘇聯時代咁咧係哇咁鋪天蓋地嘅新式武器出現。呢一個係已經過去式。閱兵結束之後，普京同在場嘅老兵交談，之後前往無名烈士墓，同習近平在內多國領導人一齊獻花。王東認為今次閱兵別具意義。由於今年係80週年嘅意義啦，咁佢主要嘅目的咧就係維繫其他國家嘅外交關係。呢個係屬於呢個叫做係軍事外交嘅一環，就唔純粹係show佢嘅軍力，而係 show 佢嘅外交嘅實力，同埋咧佢喺俄烏戰爭入邊冇被打垮而且就重新站起嚟呢一個咁嘅意義。而喺成日嘅活動裏面，習近平同普京不時交流。習近平出席閱兵嘅時候，更獲普京親自迎接。兩人並肩走到紅場，一齊登上看台。有本港學者認為，中俄元首種種互動都突顯咗兩國關係密切。習近平咧喺成個呢個紅場嘅呢個叫閱兵嘅儀式裏面咧，特別留意到嘅佢同普京咧經常就係坐埋一齊。就算大家獻花都好啦，習近平都係咧僅次於咧普京獻花嘅第2個人嚟嘅，反映咗就話咧呢一種嘅兄弟嘅邦交咧係嚟得好密切。換言之就話美國佢對呢個俄羅斯或者中國呢一個嘅叫做限制或者壓制咧，多多少少係令到呢兩個國家大家走得越嚟越密切。咁呢一個嘅趨勢咧，我相信咧喺未來嚟講咧係更加強調中俄嘅關係啦，既深且廣啦嚇。我相信喺大國特別係相鄰嘅兩個大國之間咧，今時今日嘅世上咧，其實都係相當之少見嘅私人嘅會面。咁啊，據悉咧就除咗啲必要嘅輔助嘅人員之外啦，現場嘅核心嘅官員咧就只有佢2位嘅啫。咁就用嚟突顯啲乜咧？突顯佢哋2位嘅私人嘅情誼啦。中俄舊年貿易額達到2448億美元，同比增長1.9%。中國連續15年成為俄羅斯第1大貿易夥伴國。趙宇樂相信今後兩國嘅經濟往來將會更加密切。中國同俄羅斯咧而家已經可以打造到一個地步，就係大家互通有無啊！換言之就話咧，站喺呢一個俄羅斯嚟講，佢嘅石油天然氣咧唔會因為美國佢嗰個限制咧而出唔到口。中國係一個好好嘅出口嘅對象，而中國嚟講進入呢個即係叫廉價嘅一個嘅叫做石油同埋天然氣咧，將會咧減低咗佢自己嘅勞工成本。咁呢一樣嘢咧，其實亦都非常之好。咁大家咧其實可以咁講，相得益彰。習近平係喺星期4抵達俄羅斯，獲普京親自迎接。歡迎儀式之後，中俄領導人隨即舉行會談。習近平話會持續發展同深化中俄關係。當前面對國際上的單邊主義逆流和強權霸凌行徑，中方將同俄方一道，肩負起作為世界大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特殊責任，挺膺擔當，共同弘揚正確二戰史觀，維護聯合國權威和地位，堅決捍衛中俄兩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權益。趙宇樂相信中俄兩國合作將會進一步增加對全球嘅影響力。有乜嘢國際局勢紛擾都好啦，俄羅斯首先走出嚟，作為第一步嘅叫做即係叫把關嘅一個人。好啦，國際事務上高有咗俄羅斯嘅身影之後咧，中國其實亦都可以喺後面作為一個精神嘅支援。亦都可以有咩咧？先進武器嘅一個支援。嗱，咁樣嘅時候咧，會唔會喺解決全球嘅問題、治理嘅問題，都可以用呢種模式去解決咧？
時事多面睇，今集時間夠啦，再見。